樂鄰關注組，消暑好味道，清淡飲食消暑熱。暑熱好氣傷津或暑濕困脾影響食慾，所以夏季飲食宜清淡質軟及易於消化，應少吃肥膩煎炸及辛辣食品，以免化生痰濕外胃或化火傷津。可選擇清熱解暑、益氣生津及醒脾開胃食物。夏季多吃通便利尿食品，保持大小便通暢，使體內暑熱排出。夏令消暑瓜果，例如冬瓜、絲瓜、西瓜等等。夏令消暑甜品，例如刨冰、雪糕、綠豆沙。中醫原則，熱者寒之。夏季風險，暑熱易成病邪，引發中暑。解暑方向，寒涼清熱，但需適度。注意事項，避免過快過猛降溫，避免貪涼貪冷。養生關鍵，給身體調節與適應的空間。